终于有中国的网络了，5G 信号，当当的快。这里还是越南友谊关口岸，这就是越南一侧的友谊关口岸大楼了。要从越南这边的越南走到中国这边来，这里是友谊关啊。前面那里就是应该是0公里，界碑。哦，终于有中国的网络了，5G 信号，当当的快。我的妈！越南的网络真的差，3G 加4G 那种网络，发个视频发不出去，别说开直播了。哎，你叫我来这边搞个网络公司，怎么搞？搞直播啊？怎么搞？本来是有100万粉丝的，一开直播掉了99万，就是因为网络卡。